赏台视午间剧场《双喜》。手牵手，有你的温柔。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手牵手，有你的笑容。手牵手，充满你的爱。在一个世界上，有快乐甲悲伤，因为你对阮的体谅，阮的心内充满芬芳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英雄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春风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理想。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永远的太阳。手牵手。有你的温柔，手牵手，有你的关怀。爸爸，你做做啥？爸爸，妈母讲，我今日开始，你就是我的爸爸。四姐。真正要是我的爸爸哦！我是你四姐，四姐，你知影无？你阿母咧？伫房间内啊！哎呀，唔是啦，是伫你的房间呐。阿嫂，四姐。四姐，你转来啊！我都会晓袂，我去传物件互你食。等，这是要创啊？是我家己搬入来的啦。我是想以后咱就是翁仔某啊，翁仔某你住同一个房间，所以我物件家己搬入来。小娜，你过来。你是我去买呢，鸳鸯水啊，有水无？你甲搬转去啦！你是安怎啦？我是你的小姐，你是我的三嫂，我无同意阿母甲咱送做堆啦。要毋过阿母又讲，阿母是阿母讲的啦，我无同意阿母这种安排啦。你是咧讲啥哈？阿母，阿姨啊，你拄则讲啥？我无同意你安尼做啦，我袂使带三嫂做某啦。是安怎袂用？我安尼处处替你伫咧设想，嘛替咱陈家伫咧拍算，我安尼做敢毋对晓？啊，人阿厝内伊是倒一点伫咧摸，是倒一点甲你袂适配哈？阿母，这毋是配唔配的问题啦，问题我是袂使带一个我无介意的人啊。敢讲你若无顾虑我终身的幸福哟？阿母就是有顾虑着你终身的幸福，才要互你杀做对，互恁两个做翁仔某。阿母，我是要安怎讲你才会了解咧，而且根本无经过我的同意，这规庄仔人拢知影我要和三嫂结婚。阿母，你敢有尊重我一下？是着，我想讲这是喜事啊，所以我家己才。所以你才大主大意，四体咧宣传哟。安尼是毋对晓，非得咯，这个代志哦，早晚大家就会知影啦。阿母，莫阁讲啊！阿姨啊，阿母要问你一句话，你还阁会承认讲我是你的老母啊无？你当然是我老母啊。安尼好，枕头甲我放好好。蛤蟆村啊，出来外口公阿嬷拜拜。即马开始哦，恁就是正式的翁仔某。我袂啦，你莫逼我啦。我逼你？你讲这就是啥物话哈？我这个做老母的，替你咧宣布，要互你升家，安尼我怎逼你哈？你若搁逼我，我就你着要安怎？我就要离开这间厝。
师姐，你真是这么讨厌我？我毋是讨厌你，我只是袂使带你。阿春啊，阿春啊！阿姨啊，拄则你讲的话敢真实的？你甘愿无爱伫这个家，嘛无爱带恁三嫂做某啊？阿母，拄我讲的是屁话，我哪可能无爱这间厝呢？阿母，其实三嫂也毋是正经介意我，伊只是较依赖我尔。这种婚姻哪会幸福呢？安尼啦，后摆我就带一个你介意的新妇，后摆好好甲你友好，好无？好啦好啦，回得哦，阿母讲袂赢你啦。阿母，可能是我无这个命。阿母，世界想说我要做我阿爸。是不是世界无介意我？当然毋是啦。世界，世界，乖，虽然世界我就做你爸爸，但是世界比你任何爸爸搁较疼。真的哦。嗯，世界，我惊妈甲你困。好啊。阿嫂，歹势啦，较早困啦吼。你转来啊？唔妥，我今日身体无爽快，替人洗的衫拢还袂送互人，你听替我送好无？爱送你家己去送。你这么歹创啥呢？是毋是今日无找到头路？其实咱的生活这么困苦，做啥物工课拢会用的啊，只要缴小营业海清就好啊。你看，我嘛伫咧替人洗衫，洗甲手拢粗去啊。阿姨讲过，只要咱两个人共心，好好打拼，一定会渡过难关的，对无，金头？阿姨啊，咱来这已经偌久啊？你哪会一直催我咧念伊？你手错是我害你，过这款共我日子嘛是我害你。假使讲你若想，你会去等伊找谁？金头，金头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讲你的心肝莫这么大，莫逐摆拢想讲一摆就用个趁足侪钱的。假使讲我若是无趁遐尼侪钱，咱遐的鸟是要安怎行？你搁爱去打厂卖菜，一生一日慢慢去赚钱。安尼，就算讲我倒去棺材底，这小拢嘛无法度行啊！咱毋是赶快过这款善食日子。毋过这种……好啊好啊，莫搁讲啊啦！你莫踮遮还我你的气内底啦！
阿燕啊啦。阿燕是你啊？谢啊，我就是专工等你有伫的时阵哦，我才来找你啦。等，那只鱼啦、肉啦，剩去食啦吼。啊，明仔煞点要通我煮啦。这宵夜哦，较晚就使食啦，我来甲放迄边。阿燕，还是你对我较好。我即马遮尔落魄，你过来遮看。谢啊，你哪会要安尼讲啦？啊，你以前嘛是遮照顾我的啊，啊，我安尼做吼，也是应该的啊。你安尼讲，我就歹势啦。谢，来啦，来看觅，食遮物件啦，快点有趣啦，来遐坐，来坐，来坐。谢啊，我心情较无介好呢，心较煞有问题啊。我叫你顾交紧啦，啊，趁淡薄仔钱，啊，遐脚偌大你敢知？这运气若好哦，听我食了几若工呢。而且哦，因咧需要哦，遮尔啊大个呢，运气若好到定哦，日子就好过啊呢。试看觅啊啦，平时怎就死要当作活马医啊？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这哦，脚大遮大个，运气若好哦，介好个呢。飘大，飘大，飘大，哦，啊，真久无来啊！我专门找一个大少爷哦，来甲你交关呐。阮大家大少爷哦，当然日本回来尔，偌好个呢，好我甲款待者。欢迎欢迎，大少爷。欢迎欢迎，好好来。啊，唔知你是要算十八啦，还是？少爷，18啦较紧啦。我算18啦。安尼哦，好好来，大少爷，这边啊，来，介绍一下，这大少爷啊，大少爷，等好我甲交代一下。哦，是，好啊，来一个吼。好，来，大少爷，你好上吼。好，无用做你。好，好，来一个哦。好，行。哇，哎，大少爷，你请，这样。 18啦！18啦！几点啦？几点啦？过来，林姐，容易。做。少爷，也是你阿爸嘛较好呢，会晓想到这步吼，人表示哦，讲你真正是好野人呢。啊，敢讲我毋是？对，少爷你本来就是好野人啊，我是过去代志啊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好做吼，放长线钓大台啦。你假准讲我后面过会去啊，我才无遐尼讲，我袂过去啊。少爷，你话嘛莫讲到遐早着，无你这赢的钱啦，真正搁开到无够用的时阵，你嘛是搁所谓押去。咩啊？开讲算啥？少爷，这家皮箱内底空空呢吼，你敢想着讲哦，万一若跋输囝的时阵，要安怎？跋输囝，吓啊！我若跋输囝，我就甲你压一声。哎呦，唔通啦！哦，甲这少爷哦，你真正叫你赢着，啊若无效果就不堪这少安尼。哦，真有够加讲载。算少啦，来啦，来，叫你。走啊！今日去出来看。走啊！你看，是啊，少爷甲你买这么遐侪衫，啊，搁有囡仔要出世要用的物件呢，遮多，我来看一下。你这钱去倒来？是啊，这哦，拢是我跋筊赢的。金
金土，囝是袂用个放的呢。你若跋一摆就愈跋愈深，你知影无？好啦，我后边袂去啦。我忝啊，我要休困。喂，喂，阿姨，秀玲啊，哪久无你的消息？都有认真拍拼无？有啦，你莫烦恼。阮阿爸好无？伊逐工拢足思念你啊，你也毋写一条批转来。若无，你甲我带伊斗阵去台北看你好无？免，你甲阮阿爸讲，有闲我会转去看伊。你叫阮阿爸爱好好照顾伊家己就好。若无，你家己好好照顾家己个。我知啊。失败啦！失败啦！我失败啦！哎，坐摆坐哦，过来，哎，坐摆坐。来，哦，叫大声，我比鸡啦，下看你。失败啦！来，失败啦！有记好。对我。失败啦！今天大声是到底是安怎？来，我失败啦！哎，12点。来，坐下。我你。失败啦！高比鸡啊！哎，杯。大姐啊，今仔运气敢若无啥偌好呢。啊，休困一下，改一下运就对。再等来啊。无嘛好啦。阿贤啊，我讲我欠偌济啦，对我来说，好。过来。小弟，哎呀爸，啊你脚皮箱内底毋是缀现金的了，无杀出来清清的。你是惊讲我会走去是？袂啦。阿贤啊，无你对我转来厝摕一下。好，来这边走。安尼。啊，小花，你，哎呀！这个世界上，你是阮的力量。空的。呀嘛，我你这个朋友是来表防卫队的啊，你是咧创啥？啊，你咧比啥忙安尼？啊！哎呀，开始给我传话来。是。喂，这边冲下。是啊。喂，来，喂，走。哼，内底阁无报新闻。这到底是啥？不过啊，你到底啥？你来讲，你讲唔讲啊？呀！你赶回来！你讲，你到底啥？飘大呀！我真正唔知啦。干所以是。你要找什么人？你就是阿土的查某，伊讲发生啥代志啊？来传来。哎。
行。你甲我放开啦！你别抓我！你甲我放开啦！大，这腹肚这么大，这是要哪赚啊？莫插啊，带你去讲。行，行。